睿高今季4歲由文家良馬房評分由50下調至48，上將於4班跑馬地1200米草地敗陣後，今仗降落5班，續於同程出戰，改配周俊樂負132磅出戰。該區於4檔出閘起步後順利佔領二疊較前位置，以偏快步速進入最後400米落後2個身位，在最後200米開始發力展開挑戰，最後在好地至快地時間1.09分33及末段23.11以第一名輕鬆過終點，以全日各場賽事以正常至偏快步速下，該場能夠在快標準時間快8線完成，比另一場5班1200米快3.5線，分別兩場4班1200米快8線和4線。更比尾場3班1200米快4線，這情況下此區在跟前跑法下已有如此表現甚為出色。關於此區賽後需抽取樣本檢驗。今晚快活谷頭場5班1200米，文家良馬房的睿高落班即擊得手，由騎師周俊樂策騎輕易取勝而回。今場亦是文救和周俊樂首次合作贏馬。賽後練馬師文家良說，睿高來香港時有喘鳴症，需要接受手術，落5班排4檔有利。今仗有馬快放，形勢有利。睿高今場守在4、5位，走勢暢順，全程沒有受阻，順利取勝。如果睿高升上4班，排好檔走勢暢順的話，仍然有競爭力。根據上述情況，此匹4歲澳洲雙環馬在季尾已見佳態，質素極佳之馬，相信評分應該還有大幅上升空間。若健康正常升回4班，仍需值得留意。如果覺得以上資訊有幫助，請訂閱並推薦一下，多謝。入邊係飛躍海旋，出邊呢旋風飛揚跑第4名，連心星嗰個機會比較大啲。佢就擺喺前面走啦，其實早段都俾人頂3碟嘅呢隻睿高。